为了加强学生对资讯科技学习分会使培养跨领域的专长，好美科技大学甲来自英国的教育基金会签订合作书，希望透过基金会所提供的教材甲培训老师的课程，会使互较偏乡的学生囡仔透过科技教育，嘛会使顺续学着英语，开创更加好的未来。 甲红布条友来代表好美科技大学，阁踏出一大步。为着让大学生和高中小的囡仔会使伫科技教育当中训练到英文能力，所以学校和英国的教育基金会签合作，未来要来培育老师语文的能力，希望咧做定时设计时阵，嘛会当互学生学到英语。 双语的这样一个师资的培育，那将来有时候在国中小那可以提升学生一方面他的英语能力以外，他的专业的程式撰写能力也可以具体的来提升。 透过这摆合作，相信未来咧科技教育加入英文的时阵，会当互小朋友咧学习的过程当中对语言更加有兴趣，拍开更较多元的未来。希望说小朋友可以透过同步学习英文跟这个程式语言，然后让小朋友去掌握这个国际间最重要的这个通用语言。 在这摆合作当中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望增加大学生对语言设计了解，而且会使用因学到的知识来教小朋友。所以对他们而言是扩展一个眼界的一个很好的训练。期待在未来会使看到学生对科技、对语言的学习产生更较大的兴趣，帮助因在这个社会当中为家己找到更较好的出路。